秋風起，天氣慢慢轉涼啦。今日同大家介紹一款特別暖胃嘅特飲，就係薑汁焦糖拿鐵啦。做法相當簡單，我哋準備好薑汁啦、鮮奶打泡，加埋啲咖啡，融合埋一齊。唔使用專業嘅咖啡機嘅，喺屋企用半自動機都搞得掂噶啦。薑汁咧就唔使好多嘅，嗱，最緊要咧就係落幾片焦糖，加埋少少薑絲做陪襯，咁就搞掂噶啦。咖啡入邊有淡淡嘅薑汁味，加埋焦糖，相當暖胃啊！咁當然有靚嘅咖啡啦。呢個就係我哋堅持自己炒豆嘅原因，因為自己炒豆就可以控制品質，而且可以保證新鮮。其實炒豆嘅好壞就絕對影響一杯咖啡嘅成敗，就好似順德人蒸魚一樣，要時間啱啱好先得。唔信買包返去試下。